你會喺我哋嘅清潔倉入邊咧，有好多呢啲咁嘅膠喉嘅。咁如果你見到啲膠喉前後咧都好似咁樣套咗個黃色圈咧，其實咧佢可以直接同我哋其他嘅工具有呢個款嘅膠喉都可以直接用。咁點解會分咁多段咧？如果假設你去一個地方，佢需要好遠距離先有排水嘅去水位嘅時候，條喉唔夠長咧，你可以膠喉排水喉過排水喉，跟住就駁長佢咁樣用咯。咁至於用完之後條喉點洗咧？咁其實咧喺我哋嘅樓下清潔74倉入邊咧，有條咁嘅喉嘅，你講咩喉？咁呢個位可以駁落去污水房入邊嗰個洗手嗰個水喉度，插完之後，呢一個駁落去是但其中一條喉。咁照正常你哋用完咧，入邊應該有好多污水積咗喺度嘅，咁所以咧你要插住個水喉，跟住開水將佢入邊嘅污糟嘢慢慢褪翻晒出嚟。褪完之後，麻煩用個裝一桶漂水，將呢條喉放入去，又或者用前級後放，或者係嗰個抽水嗰個潛水泵，將佢係咁過濾一段時間。因為咧點解要咁做咧？因為如果你唔咁做咧，呢條喉入邊咧，可能你上次就吸完啲屎水或者污糟水啦，咁你下次用嘅時候條喉就會好臭啦。咁呢個係清潔嘅方法，同埋麻煩各位同事每次用完洗完條喉，記得企起身，慢慢咁樣將啲水逼翻出嚟喺個喉尾度出翻嚟。如果唔係咧，你洗完啲水啊或者有啲污糟水咧，喺條喉入邊，下次人哋拎嘅時候咧，一拎起佢個喉尾就會噴到人哋成身濕晒，同埋本身條喉就會好連埋啲水就會好重好難頂嘅。咁啊，呢樣希望大家注意下啦。